分享观众在个转到嚟讨论嘅现场，今边呢讨论嘅焦点是喺拄好到2年前节目放送嘅时间呢，到西班牙嘅加泰隆尼亚嘅列嘅巴塞隆纳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到今拄好係19年嘅時間，亦到底咧東方呢，西班牙政府對咧反恐做呢條努力，韓國加泰隆尼亞嘅民生有很大變化冇？因為請到嘅專家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嘅張福強先生。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教授，我们想跟你问一下，说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兰布拉大道恐怖攻击整整1周年，那我们想很好奇的是说，因为我前阵子才去西班牙采访，发现说的兰布拉大道它的外围加了路挡，甚至那个警备有加强很多。那除了这之外呢，西班牙这1年针对他们国内的反恐，他们到底做哪些努力？是谈到反恐这个问题啊，西班牙可以说是欧洲国家的模范之一啊。哦，这怎么说呢？我们说在国际上面的911事件之后，掀起的国际反恐的一个浪潮。那在2003年、2004年3月11号发生在马德里这个火车站的这个火车爆炸事件，那可以说是近代里面21世纪里面第一件发生在欧洲的重大的国际恐怖攻击事件。是。那从那个事件开始之后，西班牙政府就先于其他欧洲国家非常积极的在加强反恐的动作。他们把过去在1978年所成立一个反恐特勤部队，叫做 GEO， 是，他一直在加强他的力道。那所以说，在过去13年，从2004到2017 8月17号再度发生巴塞隆纳这个恐怖攻击事件，这13年当中的话是非常和平、没有恐怖攻击的一个时代。这也证明了，在这过去13年当中，西班牙的反恐政策、反恐作为是生效的。那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当然是跟国际的恐怖活动是有关系的。那伊斯兰国在2014年6月29号，它建国之后就开始输出它的一个攻击能量。那当然在欧洲国家，西班牙它也不放过，原因是西班牙政府它加入了反伊斯兰国联盟。那第二个，西班牙也在过去几年里面，它对于反恐政策对伊斯兰国也在媒体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批评跟攻击。所以在817恐怖攻击事件之后，西班牙政府经过调查之后，就咬定就是伊斯兰国这个知识分子在伊斯兰国他也承认犯案了嘛？对，他们是承认犯案啊。所以说这个事件之后，西班牙政府就开始在检讨过去13年的传统的一些反恐作为是不是有漏洞。那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他们对于这个大道里面就加强了路挡。那而且对于这个警察在这个热闹区域这个大道里面的见警率也提高，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些作为，就是对个人资料的一些挑战啊，比如说他们对一些可疑分子，或者是去过叙利亚、伊拉克，回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些所谓的外国恐怖主义战士，他们也加强他们的一个监督跟监视。那同时他们在重要的交通要点啊，还是说这个热闹区域里面也增加了这个监视器的设置，所以这些种种在817之后的恐怖攻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1年来在西班牙各个地区自治地区里面是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除了看到这些就是反恐措施之外，其实有一些政治动作，比如像是国王或是总理在攻击之后，马上就去当地做一个致哀的动作。那事隔1周年了，当然国王可能还会再去一次哦。那我是知道说，他们的国王菲利普6世今年也将再重返现场参加这个纪念的仪式。那其实西班牙人对这个国王其实有一点赞腾，但是在加泰隆尼亚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有一点一直应该怎么讲，心情有点复杂。毕竟这个国王是反对他们独立的。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说像这样的事件，当国王去致哀的时候，你觉得今年加泰隆尼亚人的反应可能会是怎么样？我认为于情于理啊，这个国王一定要到巴塞隆纳走这么一趟啊。虽然他是在去年10月1号，当加泰隆尼亚地区决定要举行独立公投的时候，他是明白的表示反对独立公投，希望说以国家统一为重啊。所以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是反对独派的。所以当然他
到巴塞隆纳，他当地的居民一定是会给他丢鸡蛋啊，甚至说不欢迎他，这些动作都是可能预见的。所以，当然反恐维安的这个国王的维安是一定是非常要加强的。那谈到说这个事件，独派的人认为说是中央政府的阴谋论这件事情，我想说这是很争议的一个论点啊。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站在独派的一个立场，中央政府不让我独立，那我跟他反抗，所以扣帽子给他说，这个817的恐怖攻击事件是你故意疏忽这个情知，那知而不报，不让我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政府能够提早预防，才发生了这个惨剧。那我个人的观察，这个是不太可能。第一点就是瓦哈维这个总理啊，他从2011年执政到2018年6月这个下台之后，将近7年的时间。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受到这个欧债危机的影响，对高失业率啦，以及经济下滑，而且要跟这个欧洲联盟啊、IMF 借钱，所以弄得他的声名狼藉，哦，很不被支持。但是他在第二任期的时候，他慢慢的稳健，他的经济成长慢慢拉抬起来了，那失业率也逐渐下降。所以在2017年8月这个期间的话，瓦哈维他是处于执政的高点，所以他应该是不希望说有任何的一些政治事端、安全事件会影响他的政绩发展。第二个，我们看看其他欧洲国家，德国、英国、法国发生恐怖攻击最多的这3个欧洲国家来看，每个政府在16、17年发生了这么多在德国内部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他的民调是直落的，而且他的难民政策也因为这恐怖攻击事件而受到很多的困难。在英国，梅伊政府也是同样的，在16年、17年，在曼彻斯特以及伦敦的多次的恐怖攻击事件，差点让他的内阁瓦解啊。那最严重的就是在法国，法国在2015、16发生在巴黎跟尼斯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欧兰德总理他的民调竟然掉到4%、9%，成为史上法国最惨的一个总统。他下来是很悲惨的下来了，很狼狈的下来了。所以从这些恐怖攻击事件之后，对于执政党的影响来看，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瓦哈维他是一个这个身经百战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看到说，如果恐怖攻击发生之后，对他只有扣分，没有加分的效果，所以何来自有阴谋之论？所以说，老师，你认为说，其实现在加泰隆尼亚人的这个对于现在，甚至说对拉霍伊当时的这样的怀疑，是出自于他们民族情绪可能更多一点哦。是我个人的预判是这个倾向会比较多一点哦。那在这个情绪这延烧到去年12月21号这个选举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独派的这个独立运动，它仍然是方兴未艾。在选举之后的话，它虽然得票率没有超过这个独派的这个总得票率，好是45.7%，还没有超过半数，但是它在135席的议会里面，它也超过半数，拿到70席，所以它在这个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它的势力是还在的。那未来新的马德里政府，这个西班牙总理这个 Pedro 这个 Sanchez， 他如果在处理这个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独派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去观察的。是，老师，你刚才有提到说，像现在这两边的关系哈，西班牙跟加泰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玩味的。那我们来回顾历史哈，为什么就是现在的加泰隆尼亚对西班牙政府这么反感？是，那我想说，加泰隆尼亚地区啊，是西班牙的一个宝地啊。我们说，如果说从最近几年的一个经济发展来看的话，加泰隆尼亚地区提供了这个西班牙政府21%的财政收入，是。那它的一些 GDP 也占全国的20%，对外贸易25%，所以这个区域里面几乎囊括了所有1/5的这个经济与财政的一个支持力道是来自于加泰隆尼亚地区，所以西班牙政府当然是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它要独立，
从脱离西班牙自己去独立建国，成立一个所谓的加泰隆尼亚这个共和国。那西班牙政府当然是不放弃。那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这块区域里面呢、为什么是受到西班牙政府这么重视？是。那我从我家里收藏的一些这个资料里面拿出了这一本这个西班牙跟葡萄牙的这个历史年鉴里面，在书里面就很明显的可以交代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从这一页里面的图可以看到，在1680年到1680年，1580到1660年这80年代，这张地图里面就显示出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国家最强的海权国家。那这一块区域就是我们关心的加泰隆尼亚地区，巴塞隆纳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刚好是位在西班牙当时直接统治的这个浅黄色的地带，这个伊比利半岛跟西属这个荷兰，那意大利南方跟西西里岛，这个萨丁尼岛当时都是由西班牙直接控制的区域。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黄色直接控制的区域，把它画个十字的话，交叉点刚好是在这个地方，加泰隆尼亚地区。那加泰隆尼亚地区是陆运以及海上航运的一个中心地点，它是经济、文化以及当时航运的中心，所以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过去到现在，都让西班牙政府不能够放弃它哦。那还有一点的话，加泰隆尼亚地区从当时在政治上面，就是它是一颗地中海的一个明珠啊。我们都知道说，马德里成为西班牙的首都是在1561年，当时菲利普二世他的一个经营理念是他要选择一个最能够兼顾四面八方的一个领地的一个地方来当到他的首都，所以当时的群臣啊都建议他说，巴塞隆尼亚这个地方是经济文化航运的中心。那很多大臣是推荐新的首都的地点应该设置在加泰隆尼亚地区的巴塞隆纳，但是菲利普二世他认为啊，应该选择在国土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他拿此一画，刚好交接在马德里这个地方。当时马德里它是一个小村庄啊，有一句话说，当时啊的马德里野狼的人数还比人的数量还多。而且马德里没有大河经过，所以完全违反了我们说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依河而建的一个理念。所以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就慢慢从巴塞隆纳偏向马德里，让他们觉得有点不太平衡了。在1561年建都马德里之后了，那马德里他们就迅速的发展，从过去的这个小村庄成为现在的300多万的一个这个国际大城市，所以。菲利普二世这个决定啊，从这个结果论来看，是不让人家失望的。是。好，列些金币上半场的部分哦，下半场呢，我们继续关注是应该西班牙政府上台了后，对加泰隆尼亚甚至难民态度的改变，你看下，再个转来。非常相信再个转到了节目的现场。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想跟您请教的是，就是现况，就是前一阵子才前几天，就是西班牙他们决定要从这个海上来接收这个难民，甚至跟德国有一些难民上的达成一些协议。那是不是这个左派桑切斯政府上台之后，他对这个难民的想法跟之前拉后裔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后裔他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了。他主决于这个难民于境外啊，那他这个政策是贯彻到底的。那其实主决难民于境外，并不是西班牙一个独有一个政策啊。我们看到说德国啦、法国啦，甚至是英国这些大国都遭到非常大的难民压力，那他们也一直在加强力道去阻止难民进入他的国家。是。
那Sanchez呢，他上台之后，他去布鲁塞尔开会，正逢德国梅克尔遇到史上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之一啊！他内部的一些他的内政部长啊，这个 Seehofer 竟然跟他不同调，那采取更积极的、更民族主义的、更德国的一个做法，要阻绝难民进入德国。那这些政策都跟梅克尔的所谓的欧洲途径、欧洲国家合作来解决这个难民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德国内部，这个梅克尔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会不会因为这个内政部长逼得他的内阁瓦解？在当时，在6月、7月这几个月当中啊，德国内部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所以这个梅克尔很积极的就诉诸这个布鲁塞尔的配合，希望说在布鲁塞尔高峰会、难民高峰会的时候，其他27个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长能够支持梅克尔的想法，然后采取一些更积极合作的欧洲途径来共同解决这个难民问题。所以Sanchez 上台之后，他到布鲁塞尔去开会，看到这个氛围，他也看到自己国内也正遭逢到这个在过去几年来最严重的难民潮。以前我们看到说，进入欧洲的难民途径啊，一开始是从地中海东边的，对，后来从地中海中部意大利这条路径进去了。但是从7月份，意大利政府封锁港口，禁止一些难民船登陆之后，一些难民船辗转的进入了这个西班牙这个港口，进入西班牙地区之后，那Sanchez政府认为说，现在难民潮已经西移从这个这个直布罗陀海峡，要进入这个伊比利半岛，那这个势不可挡的一个情势之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些办法，也希望说欧洲国家能够配合，也希望说欧洲联盟的边境管理署它能够发挥作用，能够给予西班牙更多的支持。所以我认为他在这个布鲁塞尔跟梅克尔所达成的承诺，他答应梅克尔说，只要在西班牙登记的这些非洲上来的、这个中亚进来的这些难民进入德国之后，那德国政府都可以把他无条件的遣返回西班牙。那西班牙就照当遣送。那这个是完全这个帮这个梅克尔解套了。那我认为说他这种做法，一来他采取了一个比较软性的做法，给了一个梅克尔的支持。那梅克尔相对的他也会支持Sanchez的未来的难民政策。第二个，要解决目前的欧洲难民问题、西班牙难民问题，光凭这个西班牙本身它是没办法解决的，等于是带头，希望大家一起来。对，我们看到说，一开始的希腊到现在的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都直接是接受中东难民的第一线，这两个国家都竖起白旗说没办法自己去解决。欧洲的力量已经要进来，说Sanchez这种做法是有引入欧洲这个合作能量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你看，这个Sanchez政府似乎对这个难民有放软，当然对他国内的政治问题，我们也看到似乎也有放软迹象。像上半场老师有提到说，他对这个加泰隆尼亚独立的问题，相较于拉后裔来讲话，他是比较软一点的。但是我实际采访呢，当地的民众其实还是不太相信说这个Sanchez政府会做到让他们有多少独立的空间哦。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确实啊，Sanchez这个人啊，他在6月2号上台之后，对于未来加泰隆尼亚的独立的发展呢，是有很重大的一个转折啦。但是我在这边要先提醒各位观众的，Sanchez其实他也是反对加泰隆尼亚独立的那他在当反对党的时候，那前总理Rajoy他提出所积极强硬的镇压政策比如说去年10月1号。他们举行独立公投的时候，然后也下令警察进入这个投票所，把这个投票箱抢走，然后用铁链把这个投票所把它封锁。那之后呢，在10月27号，加泰隆尼亚政府宣布独立之后，要建立一个加泰隆尼亚共和国之后，那然后马上诉诸于他们上议院的表决，启动了这个155条款。
要通缉，要所有这些独派的一个人士。当然，这个前主席啊，这普吉德蒙哦，他就逃到这个比利时啊，寻求这个政治庇护。他逃到政治庇护之后，然后还是不放手，继续追杀，就发布了所谓的欧洲逮捕令啊，要透过国际通缉，要把他逮捕归案。那这些种种强硬的办法，我们看到一个结果是相当不被这民众支持的，特别是他的情绪越高。没有错，特别是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独派，他的情绪是更加激昂的。那激昂是反映在去年12月21号的他们的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改选。是。那拉霍伊的人民党他是大败的。是。如果说他的一个打击加泰隆尼亚地区独派的一个政策是正确的，是受到人民支持的，是。那么应该在投票的时候，人民会支持他的一个政策，但是选民用选票来否决他一个积极独断的这些反独派的一个政策。他在选举的结果，他本来是在这个加泰隆尼亚议会里面是拥有11个席位的，他减少了7席，只剩下4席。所以这些结果啊，桑切斯他是看在眼里，采取积极强硬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当然是要调整他的政策，希望能够放软一点，能够有所转换。那第二个，他如何去改变中央政府跟17个西班牙自治区的这个政治权力关系，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一个这个西班牙的行政区域里面是有所谓的自治区、省跟市政这3级。有17个自治区，50个省，8122个市政。那这三级的一个结构里面，中央政府跟自治区的权力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凌乱的。也就是说，对17个自治区的给予的政治权力啊，是不同的。哦，加泰隆尼亚地区他一直在抱怨说，我为什么我的权力是比巴斯克族还少？所以桑切斯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权力的一个竞争模糊地带，必须要消除，所以他是主张要推行所谓的联邦制度。那希望说，循着这个德国啦，还是美国这种联邦制度，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权限里面有个非常清楚的规范，所有因地制宜的政策，所以比如说文化啦、教育啦、观光，包括财政吗？财政的话是由中央政府来统筹，联邦政府里面，然后再拨一些分配款给地方政府。那联邦制度里面，中央政府他讲得非常清楚，应该全国统一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运输政策、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就由联邦政府来统筹、来主导这些政策。所以桑切斯认为，在联邦制度这种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权限政府决然划分、清清楚楚的规范之下，应该可以解决目前西班牙所存在的中央政府跟17个自治区里面权力不分的一个模糊现象。但是我们现在挑战蛮大的，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修宪，要改变这种行政制度、宪政制度，必须要多数的一个政党的一个支持。那目前他在国会里面只有90多个席位而已。那需要其他在野党的一些支持配合。那我认为他这个利益是非常良好，但是要推行是困难度是相当高的。其实我们看到说，就是加泰隆尼亚他们问题不单只是这个政治民族问题，甚至更多的是经济问题。那如果像桑切斯这样子推这个联邦制，有可能会再给加泰隆尼亚更多的经济独立自主权吗？那我想说，今天要平息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那唯一的做法，必须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在下放更多的权利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否则的话，独派的人绝对不会满足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他们欲望、这个政治诉求、独立，已经在去年已经表彰的这么明显，要他们走回头路，除非西班牙中央政府给他一个很完美的下台阶，他才可以平息这种独立运动。否则的话，你叫这些独派的人如何去对他的选民去交代呢？那话说回来，
我这边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今天支持独立的并非绝对的多数。是，这怎么说？在媒体上面一直在报道说，去年10月1号的公民投票，有90%的人是支持独立运动的。那90%是这么高，所以大多数的人90%的人是支持独立运动。其实这种媒体的说法是错误的。是，那这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应该仔细去看投票率。投票率在去年10月1号只达到42%，是200多万人，220万人出去投票，是42%里面的90%支持独立，所以算一算应该是38%的加泰隆尼亚人支持独立，所以不能够代表全体。那这个也就是反独派人所提出的一个主张。